要过年，一寡人拢穿白虾来当做围炉菜。台东沿海放饲白虾业者，大家无用试试，赶伫咧新正年进前要出货高人。今年白虾准活率提高，品质嘛比往年搁较好，价销嘛较俗。要安怎来经上盖青的白虾？业者要来教大家江湖一点诀。台东的虾就是遐水，我们要吃多少就多少。 活跳跳的虾看起来足青的，唔若看到真好食款，嘛是过年一定会有的料理。所以当年过年进前买虾的人拢会真多。台东的虾很多，不怕大家吃。今年饲虾的真有成就感，寒天了后，全台湾敢若剩台东太麻里海边啊，才有出产虾。今年唔若产量品质较赢往年，高品质的虾仔加上地理环境，互虾活落来几率变悬，价销嘛直直落落来。抽海水来 养殖白虾，那台东养白虾都是专养，所以不会有用药残留的问题。恁当过虾要安怎来拣？业者有撇步，就看胡须啦，然后看那个这个身上的结，对，有没有紧密？对对对，然后不要有红色的样子。活虾就卷曲的比较没那么严哦。哎，比较不明显哈。红公公的虾仔捧出来，一半是现抓的，另外一半是冷冻的。虽望冷冻的煮过了后会揪起来，不过口感同款真 Q， 唔免温酱料就会当食到虾仔的甜味。业者叫大家放心，买虾的通路若无问题，就免烦恼买到虾仔无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